小笑话。大叔去扫墓，感叹现在的纸钱做的跟真的一样，烧的时候还真有点莫名的心疼。一阵苦笑之后，妻子来电话说：“你不是去上坟了吗？怎么没带上桌上的纸钱？还有，今天我刚刚取的6万元哪里去了？”大叔听完在坟头哭晕了过去，路过的人纷纷赞赏：“真孝顺啊！扫墓哭成这样的真是不多见了。”晚上，他爷爷给他托梦：“孙子啊，你真害人啊！阴间的警察抓我了，说我使用假钞。”